佢叫曾錦源，喺未夠18歲嘅時候被確診為家族性遺傳小腦萎縮症，令呢位熱愛運動嘅少年瞬間跌入谷底。醫生話呢個病可能會永久臥床，佢一度崩潰，就咁封閉咗自己3年。隨住日子變化，佢已經唔可以自己行路，要依靠坐輪椅。醫生都話過佢冇辦法工作，經歷無數嘅掙扎，佢冇向命運低頭，一步步行咗出嚟，成為咗義工，幫助同埋鼓勵更多嘅同路人。今次我哋一站醫護通連同善寧會、護航1314派出咗輪椅車同埋工作人員，帶佢開啟人生第一次澳門之旅。我哋陪住佢漫步澳門嘅街頭，打卡大三巴，領略威尼斯人嘅浪漫風情，食咗地道嘅葡國美食，仲有酥脆嘅葡撻，仲打卡埋葡京娛樂城。入夜之後再坐返我哋嘅跨境醫療車，去到珠海品嘗地道美食。由早上到入夜，呢趟充滿愛嘅旅程圓滿又溫暖。就算身處逆境，亦能奔赴熱愛，擁抱山海。致敬每一位不向命運妥協嘅生命。一站醫護通用愛守護每一段出行。今次我哋又圓夢啦！